Tesla 嘅車有邊一部分會用到 SpaceX 嘅火星技術呢？好渣在邊度呢？全球銷量冠軍嘅背後究竟係太空黑科技定係無胚房呢？一條片帶你睇下呢架全球銷量最高嘅 Model Y， 分享 Model Y 真實車主嘅感受啊！如果話燃油車係浪漫嘅代名詞，咁電動車一定就係高效嘅代名詞啦。80、90年代嘅時候，一部車嘅外觀設計主要就係為咗大眾嘅審美服務啦。到咗今時今日電動化嘅時代，一部車嘅外觀設計咧，全部都係為咗功能去服務啊！每一條線條都係為咗效率而生啊！嗱，咁外觀方面咧，呢部車最重點嘅設計就係水滴型嘅車身啦。佢車身嘅每一條線條咧，都係為咗優化呢個風阻去設計嘅。包括呢個4隻 Tiling 嘅 Link Cap 啦，佢唔係為咗靚啦，吸咗呢個4個 Link Cap 之後，可以降低佢風阻。咁呢4隻 Link Cap 係可以為佢增加30公里嘅續航啦，咁再加上咧呢個19寸嘅 Tiling 細 Link 加 Link Cap 就可以增加60公里嘅續航啦。所以咧有啲朋友買咗翻嚟咧，如果佢改動晒 Tiling 咧，係令到部車嘅續航變短咗成100公里咧，我完全唔會感到意外嘅。個耳仔呢兩條嘅線條都可以為佢增加3公里嘅續航啊，所以佢成個車身嘅設計咧都係為咗風阻而生啊。咁再加上呢部車嘅設計咧，佢係符合咗呢個車身嘅黃金比例嘅設計嘅。佢車長得4.8米啊，咁個車寬係1.9幾啦。咁呢個車身嘅尺寸咧啱晒全球嘅唔同國家嘅車位而生啊。因為好似歐盟包括澳門好多地方嘅車位設計咧，都係5米至5米5之間。咁而新一代嘅 Model Y 咧，佢前面都優化咗進氣嘅設計咧，就係呢一條進氣槽咧，佢係拉大咗嘅，佢就令到呢個風咧快速咁流過呢個 Tiling 嘅隔離，去消除輪管高壓區嘅一個壓力啊，咁啊令到成個車身咧係更加靜音嘅。咁而車身嘅燈組方面咧，大家見到頭尾佢都係貫穿式嘅設計㗎啦。咁呢個貫穿式嘅設計，佢係為咗創造一種叫做賢德爾效應嘅一種光學現象去服務嘅。咁當一個車輛佢響大霧嘅時候咧，咁呢個賢德爾嘅效應會形成一個大嘅光區，令到後車或者前車咧更快咁觀察到嗰部車。所以佢呢個設計咧，亦都係為咗一個安全性去做設計啦。車頭大燈嘅燈組咧，係由上一代嘅上邊呢個位咧，就搬咗嚟呢個位嘅。咁上一代嘅 Model Y 咧係收到好多其他車主嘅投訴咧，就係佢呢個燈組咧擺得太高咧，而影響行車安全，所以佢哋就搬咗落去啦。嗱，關於 Model Y 嘅內籠設計方面咧，就好兩極嘅，分兩派啦。咁啊，唔係特斯拉嘅車主咧，會覺得無胚房啦，入面咩都冇，好簡陋啦。但係對於 Tesla 嘅車主嚟講，可能佢就係中意呢種咁簡約嘅內飾啦。而呢一代新嘅 Model Y 咧，佢響內籠嘅設計方面咧都有提升嘅。首先就係多咗呢個氣氛燈啦，而特別晚黑嘅時候揸車咧，哇！你好似揸緊一架宇宙飛船咁樣咧，所以嗰種感覺咧係非常之特別嘅。第二就係多咗呢個冷暖燈。第三咧，好重要嘅就係佢嘅靜音咧，做咗好多嘅 upgrade 啊！我睇咗佢哋嘅設計師嘅 design 咧，就講呢個門嘅側面位啊、腳踏嘅位置啊，包括木嘅材質就變咗做科技布，跟住玻璃都升級咗做雙層嘅隔音玻璃啦。後排行李艙嗰度咧，亦都係用咗非常之多嘅無砧材料咧，就去吸音消音嘅。所以喺靜音方面咧，呢一代嘅 Model Y 咧係做咗非常之犀利嘅升級嘅，令到部車揸起上嚟咧非常之有豪華車嘅感覺啊！咁第四個 upgrade 咗咧，就係個車頂呢個大天幕咧，係由普通嘅灰玻璃咧 upgrade 咗做一個有鍍銀塗層嘅玻璃嘅。嗱，呢個鍍銀玻璃嘅改進咧，就非常之大嘅。而家我見到我頭頂咧係有個缸
但係我唔會 feel 到佢我個頭頂係好熱嘅，佢真係將啲熱量咧反射晒出去啊！第五就係 Tesla 嘅呢套音響啦，長續航高班頂班嘅呢個音響咧係非常之正啊 ！Tesla 係由設計之初已經叫咗 BO 嘅團隊過嚟幫佢一齊做呢個音響咧。你真係聽過咁多款唔同新勢力嘅車咧，佢係唔會輸俾其他人嘅，甚至係佢係前幾名嗰班嚟嘅。再加上咧，佢係有軟件程序嘅調校啦，所以部車低速嘅時候同高速嘅時候，佢應該係有啲主動降噪嘅功能，令到部車咧齋上嚟咧個時候，你淨係聽到音樂而去抵消咗好大嘅車外面嘅噪音嘅。咁第六點，我覺得佢呢個內籠入邊要讚嘅就係佢呢6個 HEPA 嘅濾網啦。重點就係佢呢度 HEPA 嘅過濾系統咧，個正壓能力好強啦，佢唔會喺其他地方串啲異味入嚟啦。新車翻嚟嘅時候，我去咗二字街買餸啦，咁將部車就泊咗喺中林寺隔離喎。你又知中林寺嗰度成日燒嗰啲嘢出嚟咧，嗰啲煙味好勁噶嘛。咁我坐部車嘅時候咧，哇，開住呢個空調系統，用埋佢嘅 HEPA 濾網，即使我開外循環啊，完全聞唔到燒嘢嗰啲味道啊！哇，呢度過濾系統咧，真係咁樣啊！好多時我哋講到 Tesla 嘅車嘅時候，係好難同 SpaceX 拆開嘅，因為 Tesla 佢哋德州嗰個 design 總部同 SpaceX 咧係兩個黐埋嘅，就會喺嗰個工廠嘅食堂咧就會碰面去交流啲技術嘅。關於 Tesla 嘅車有邊一部分會用到 SpaceX 嘅火星技術咧？咁第一點最重要嘅當然就係呢個全球首創嘅8合一熱泵空調系統啦。未有呢個八爪魚熱泵空調系統之前咧，傳統嘅車廠係可能將唔同嘅熱交換管理分開嘅，包括冷氣有冷氣嘅部分啦，電池有電池嘅部分啦，車機有車機嘅部分啦，各自去做唔同嘅熱量交換，嚟做多啲嘅安全冗餘嘅。Tesla 同 SpaceX 嘅工程師去交換佢哋嘅意見嘅時候咧，原來發現其實最簡化嘅就係，喂，你不如就用一個泵，將所有嘅熱量就響一個泵嗰度搞掂佢。第一，你簡化咗車身嘅重量啦；第二，提高咗你嘅能耗；第三，亦都係令到你部車身咧有更多嘅空間去裝其他嘢；第四就係少隻香爐就少隻鬼，你少個泵咧就少個泵壞咧，咁啊令到部車個故障率咧就更加低。第二就係 Tesla 嘅後期嘅 Model 3、Model Y 呢部車咧，可能係第一款設計嘅時候已經係冇 Fuel 嘅車，即係冇保險絲嘅車啊。因為當時 SpaceX 佢哋將啲火箭送上太空嘅時候，佢就會發現一個問題：當呢個艙門佢有少少水汽結冰，佢需要更加大嘅電流去推喐呢個艙門嘅時候，咁如果你個 Fuel 個安數係固定咗嘅話，咁你就唔可以用額外嘅冗餘部分去推開嗰隻艙門啦。所以 Tesla 佢首創嘅創新嘅技術就係用咗 SpaceX 嘅電流管理系統去 mon 住佢唔同嘅車機或者唔同嘅部分個電流個流量去做一條 Fuel 嘅內容。咁呢度咧帶嚟一個最大嘅正面好處咧，就係當呢部車佢真係出現任何故障嘅時候，用電腦咁你重啟呢部車，熄一熄佢開翻佢，佢可能所有故障碼就冇晒啦，佢就唔會同你講我燒咗條 Fuel，你要走去 maintenance 去換翻條 Fuel 咁樣。呢個亦都係大大咁降低咗呢部車需要維修嘅時間啊！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動態感受先啦。我作為車主咧，第一上手，哇！呢部車嘅第一感覺咧係非常似一部 Benz 啊，有翻我揸翻 Benz 嘅感覺啊。但係佢係一部有 AMG 嘅 Benz。始終 Tesla 早期佢係有同 Benz 公司用股份換技術嘅，所以佢部 Model S 咧最早期係用咗 CLS 嘅車身去做參考，去做設計啦。你見到上邊嘅好多零部件，包括嗰支指揮燈嗰啲轉向桿咧，都係用 Benz 嘅配件嘅。咁而呢部車一上手好揸在邊度咧？佢個電門咧，基本上你想行嘅時候佢就去，你想收嘅時候
佢就慢，係真係有種宇宙飛船讀心術嘅感覺。我想快嘅時候一吉落去，部車就飛出去啦。我想慢嘅時候收翻個電門翻嚟，部車個 regen 就令部車慢翻啦。佢係有一種非常之強嘅隨心所欲嘅感覺啊！嗱，佢呢部車咁好揸嘅第二個設計重點係嚟自於邊度呢？就係佢個重量分配啊！咁呢個比例呢係接近50-50㗎，所以寶馬嘅車佢賣點就係每一部車嘅 design 都係50-50啦，而 Tesla 佢亦同樣用50-50去做咗佢嘅底盤，佢嘅電門嘅腳感好重，好似 Benz， 但係佢嘅車身嘅動態個姿態咧，亦非常之似寶馬，所以咧揸起身部車係冇投訴㗎，想點行就點行㗎啦。咁佢呢部車咁靈動嘅第三個設計點來自於佢呢個軚尺嘅比例啊，因為佢用咗個較細嘅方向盤啦，而且佢嘅軚尺嘅比例大概係10.03:1，呢個係一個好快嘅軚尺數字啊！即係意味住你部車輕輕一喐堂軚，你部車就會俾翻一個 reaction 俾你噶啦。佢揸起身嘅動態咧，就好似以前嗰啲寶馬 E92、E93 咁樣，佢堂軚係又快又實嘅。佢因為咁快咁細個尺寸咧，好多嘅朋友就會覺得哇，堂軚係好重啊！但係你要記住，當佢個軚尺嘅比例咁快嘅時候，如果佢堂軚太輕咧，你部車就唔會好揸，同埋好容易失控噶啦。嗱，講咗呢部車非常之好揸啦，咁但係呢部車揸嚟個缺點有啲咩呢？首先就係佢底盤呢套懸掛系統。早幾日我將部車送咗去坦桑尼亞做一啲極限呢個測試嘅時候呢，我發現當呢部車揸得好快嘅時候呢，哇！佢個車身跳動起身嘅時候，佢嘅避震係拉唔住部車，令到成部車呢嗰個彈跳係非常之多嘅。第二呢，就係當部車好高速嘅時候，你又唔開佢到音響呢，咁你個車頂個風噪聲咧係非常之嘈嘅，你係一定要開佢到喇叭啦。咁第三咧就係佢呢套座椅嘅設計咧，可能就唔係適合亞洲人去坐長途車啦。始終佢嘅 design 係 for 歐美人去設計啦。你睇 Elon Musk 嘅身高同體重，哇，同我哋要求嘅座椅硬度肯定係差好遠噶啦。最後最重點嘅就係呢部車好好揸，但係大家要記住，佢始終係一部接近2噸嘅電車，佢嘅極限係唔高嘅。當佢嘅觸地力真係突破輪胎嘅極限嘅時候，你係冇得救車，冇得救車，冇得救車。重要嘅事情講3次，你係救唔到嘅，你係會睇住部車完整咁跣出去嘅。所以大家唔好覺得部車好好揸，你就將部車揸到好快，一定要好謹慎咁去揸呢部車啊！我認識好多換咗 Tesla 嘅朋友咧，佢哋都話其實佢哋揸車咧都係偏慢嘅。以前揸架寶馬可能一年收10幾張罰單，到而家換咗 Tesla 係1年1張超速罰單都冇噶啦。嗱，我相信條片到呢度咧，好多朋友都會問我：喂，咁大偉 Tesla Model Y 呢部車響澳門街好唔好用咧？有冇續航焦慮咧？究竟充一餅電可以用幾耐咧？充一餅電要幾錢咧？咁喺呢度咧，我都可以回答大家嘅。首先 Model Y 呢部車咧係非常之正嘅，咁佢係好揸啦，靜音啦，音響又靚啦，嗰套4驅嘅系統又非常之好啦，跟住個電耗又低啦，呢部車係非常之優秀，非常之出色嘅。又用翻Spotify 啊、Netflix 啊、YouTube 啊3地聯網啊，跟住上到大陸都用到呢啲娛樂系統，跟住又可以用埋嗰個 Autopilot 啦，所以架車咧真係幾好用嘅。咁但係回答大家第二個問題就係有冇續航焦慮咧？咁我要承認頭2個禮拜真係有續航焦慮嘅。咁呢個焦慮來自於咧，係你個習慣唔適應啊，因為我哋用電子產品咧，好少話唔充滿部電話就用嘅，因為你部電話、你部手機，你每一日你都會充滿佢，你先會出街用噶嘛。
但係而家我哋部車我哋又冇得加充喎，咁你揸到2-3日之後，佢啲電跌咗嚟，你就覺得哇餅電冇咗喎，我哋係咪要去充電呢？係咪要即刻就去充電呢？呢個就係我覺得嘅續航焦慮咯。咁但係當我用咗呢架車1個月之後呢，咁我呢種續航焦慮個適應程度呢係好咗好多嘅，因為用咗電車之後，佢會改變晒我成個人嘅生活習慣啊。咁我而家出街之後，我會開始計劃譬如呢部車1個禮拜充1次電嘅，咁我就會揀一啲嗰啲商場或者酒店，佢係有位充，而且充得到嘅，而且有慢充嘅，咁我就入去食餐飯又好，或者做啲咩消費又好，擺幾個鐘喺度。因為我而家嘅習慣就係隨用隨充，可能我今日去青茂行過關，咁怕青涌又好，怕青茂地下停車場都好，咁我咪將支槍篤落去咯。咁我過關可能個零2個鐘搞完啲嘢翻嚟，咁已經係充咗幾個%，又可以夠我用幾日啦。所以你就會發現，當你成個生活習慣都改變咗嘅時候，你就會冇咗嗰種焦慮感啦。咁當然最好嘅情況就肯定係有加充啦，因為有加充嘅情況下你就唔需要改變你嘅習慣啦。每日翻屋企你就篤住部車，咁部車隨時保持滿電嘅狀態，咁你就會覺得部車好用噶啦。咁我自己呢，比較中意用嘅 SOC 區間就係30至90嘅，咁大概係60%啦，我哋計0.6啦，乘以我部車嘅電池係78.4啦，咁約莫呢就係47度電嘅，咁47度電呢，而家降低咗公營停車場嘅費用呢係1個3啦，我計，咁大概係61蚊啦，同埋你泊部車落去1晚嘅費用可能就係要36蚊啦，咁你即係97蚊嘅，97蚊，咁你再除280公里，咁你個公里個費用呢，就係每公里大概3毫半紙葡幣咁上下啦。咁呢個費用呢，係比我揸油電車響大陸入92呢都仲要降低1/3咁上下嘅。嗱，如果你屋企做唔到加充嘅時候，你就要考慮你屋企400米範圍內，你有慢叉有快叉，而且確保你隨時去有位嘅，咁你就可以買呢架車啦。大家有咩問題呢，都可以留言區嗰度再問我啦。最後新年就快到啦，祝大家新嘅一年龍馬精神、身體健康、心想事成、順順利利啊！